關於工場系列4，講到一個年輕人呢，入咗嚴重肢體殘疾人士宿舍居住，同埋入埋工場，係唔可以讀書嚟代替工場嘅工作嘅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喺肢體殘疾人士嘅特殊學校裏面呢，有一批學生，佢哋擁有極高嘅智能，有能力喺 DSE 考上28或者29分咁高嘅分數，但係因為佢哋嘅屋企人冇能力照顧，所以中學畢業之後呢，需要入住嚴重肢體殘疾人士宿舍。咁入得呢類型嘅宿舍，根據社署現時嘅制度呢，佢哋就必須要入工場。咁樣會唔會太過殘忍呢？唔通佢哋就同大學無緣？難道佢哋就係因為自己身體有殘障，就連向上行嘅機會都冇埋？上天已經對佢哋咁殘忍，就連我哋嘅社會都唔理佢哋？喺工場系列4裏面嗰個男仔，佢喺社署院舍輪候嘅舊制度底下，如果佢畢業嘅時候派咗宿舍，佢唔入呢，佢要重新由頭開始輪候。但係喺2023年開始，新嘅非活躍機制下就有咗另一個生機啦。所以點解我話諗出呢個機制嘅人呢，政府真係要頒個獎俾佢。如果大家想認識呢一個非活躍嘅制度，可以睇返我為大家製作嘅非活躍機制嘅視頻，咁你先會更加明白我哋呢一個視頻嘅內容嘅。言歸正傳啦，點樣可以突破呢個大學嘅夢呢？咁啊好簡單啫，喺你知道自己將會入讀邊間大學嘅同時呢，向大學申請埋宿位就得㗎啦。以下呢，我同大家分享一個患有肌肉萎縮嘅女仔，佢入讀咗中文大學，並且同一個工人呢住喺宿舍嘅故事。話說呢個女仔呢，自細呢就非常之聰明，佢最終呢以 DSE 呢高分入讀中文大學。喺新嘅社署院舍非活躍機制底下呢，佢可以將自己輪候緊嘅成人宿舍由活躍隊轉為呢個非活躍隊。咁即係話俾社署聽，佢暫時唔需要社署嘅成人宿位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將政府嘅成人宿位凍結咗佢。咁樣喺冇當事人提出需要宿位嘅期間，社署係唔會派位俾佢嘅。因為冇派位，所以就冇咗之前畢業後派位，當事人唔要嗰個位就被逼咧要從頭排過嘅殘忍機制。咁呢個女仔就可以安心住大學嘅宿舍啦。因為佢全天候需要有人作全身嘅身體照顧，所以被視為全癱人士。根據社署嘅綜援制度底下，佢可以透過綜援制度下嘅特別津貼 （Special Allowance） 申請聘請一個工人照顧佢。於是咧，佢聘請咗一個工人同佢一齊住喺大學宿舍。咁佢嘅大學夢就可以完啦。讀完書之後，佢仲可以以佢嘅學識貢獻社會。而佢當然可以繼續聘請工人照顧佢返工啦。但係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嘅係，如果佢嘅人工超過綜援嘅金額，佢就唔可以再領取綜援。咁你咪唔可以繼續請工人協助你返工咯？咁點算啊？唔使擔心，我哋有一個視頻咧就講到殘疾人士可以申請特別津貼，聘請咧專人咧協助佢哋返工嘅。如果你想知道詳細嘅內容，你可以去睇返呢個視頻，咁就得㗎喇。